这床上躺的可是宁王府唯一的郡主，为太子殿下挡了一剑的救命恩人。上次还见他中毒后娇滴滴的唤殿下美人，可见与殿下关系匪浅。幸好，伤势虽重，却只是虚惊一场。这要是出个好歹，我怕是无颜……不对，没命面对太子殿下。小姐手里攥的这是什么？可否给本官瞧瞧？这不是……这是一种很少见的药材，既然是郡主获得，自然是归郡主所有。但该药材需尽快制作，才能保持药性不灭。本官可否先将药材取回，待制成后再交还郡主？说，郡主左胸口的剑石已经拔出，万幸的是这剑差了3分，没有命中要害。加上郡主身体一向康健，因此并未酿成大祸。那小雨其他是否无恙了？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啊？郡主今晚有可能会发热，但只要明天一早温度能降下来，也就没什么大碍。后续只要注意调养，不会留下后遗症的。太子殿下，请回吧。让太医也给你瞧瞧伤势。今日多谢王爷大驾，本宫这下回去了，明日再来探望郡主。臣发现射中郡主的那支箭矢上虽然无毒，但却涂了一种复合的药汁。药汁？对，这种药汁是用各种草药研磨而成，对常人无害，但却会引发梦里醉的毒性。对手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即使刺杀失败，只要殿下被这涂了药的剑伤到分毫，也会因梦里醉的毒性发作而死于非命。殿下，月溪郡主昏迷前，无意从那密林中的地上连根抓起了一株野花。臣再三确认，发现竟是我们一直寻而不得的隐炎花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拔除您身上梦里醉毒性所需要的最后一味药引。只是这最后一丝余毒最为顽固，贫道虽有法一试，但却少了一味草药。究竟是什么奇珍异宝，竟让大师都未曾寻到？隐炎花不仅稀有，还极难寻觅。这种草药虽然对生长环境不苛刻，但实在长得太过普通。不开花时与路边野草无异，开花后虽能辨认，但又和野花太过相像。最重要的是，隐炎花花期不定，只有在开花时采摘，才能保持药性。知道了，我会派人留意。至于找不找得到，按大师的话说，还得看天意。命定之人嘛。主子，陛下召见。宁王，朕很好奇啊，太子遇刺一事，众人皆不知。宁王是从何而知啊？还带了那么多护卫前去救人，莫非这是巧合？哎呀，不瞒陛下呀，这可不是什么巧合。微臣收到了希尔宁王府独有的信号，以为希尔有难，才带人去救希尔。没想到一并救下了太子殿下。哦，君主为了救太子舍身挡剑，这般情谊，朕和太子都会铭记于心。哎呀，陛下言重了，太子殿下乃是我国的储君，关乎着我们国家的根本呐。
希儿只是做了每一个大理子民应该做的事情罢了。郡主和宁王府都立了大功，但是爱卿已经是封无可封啊，朕都不知道该如何赏赐你了。臣呢就不要什么赏赐了，但是臣呢想替希儿讨一个恩典。若是等希儿醒来，她要有什么心愿，再向陛下讨这个恩典了。朕允了。天子一诺，可比什么爵位实用多了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太子有伤在身，不必多礼。谢父皇。太子伤势如何？可严重吗？谢父皇关心。多亏了宁王相助，儿臣无甚大碍。这次幸得宁王的机敏，这才救了太子，其功甚大呀！哎呀，陛下言重了。太子遇刺一事，姿势体大，对凶手可有线索呀？陈捕的那些黑衣人呐，全都服毒自尽了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啊。可是，爱卿但说无妨。可是从为首的黑衣人身上搜到了这个。这是三皇子府的令牌。父皇，儿臣冤枉。给老三看看。这是有人要112灭我。父皇，这令牌的确是儿臣府上的没错，可是儿臣向来敬重皇兄，绝不会做此等行刺之事。定是有人想要栽赃陷害儿臣。太子，你怎么看？儿臣相信三皇帝是被人冤枉的。这凶手不仅想行刺儿臣，还想让儿臣与三皇帝兄弟相残，扰乱我朝朝纲，还请父皇明察。陛下，这群行刺的黑衣人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辨别身份的信息，被俘后更是全部服毒自尽，身上却独留这块令牌，的确蹊跷，望陛下明察。太子遇刺一案，交由大理寺与御史台联合侦办，务必捉拿凶手，以正视听。多谢父皇。都下去吧，太子留下。儿臣告退。微臣告退。现在只有你我二人，你老实跟朕讲，这事儿是不是你一个人做的？父皇不信儿臣。岳西郡主现在还昏迷不醒，若不是他舍命相救，想必现在躺在那里的便是儿臣。儿臣的确妒忌过三皇帝得宠，但也犯不着拿性命去诬陷他，还连累了岳西郡主。是不是儿臣就应该生死一项，不该回来，徒惹这许多是非？你胡说！朕只是随口一问，哪有不信任你的？遇刺一事让你受委屈了，朕一定还你一个公道。谢父皇，儿臣相信父皇，但是儿臣还有个不情之请。讲。岳西郡主对儿臣有救命之恩，如今还尚未脱险。若是她有任何的损伤，儿臣想求取岳西郡主以报恩情，还请父皇恩准。此事容后再议吧。是。
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再爱一遍，像化作风。初见他时，我只觉得他的气息能让我安定。他的一颦一笑能让我感到愉悦。与他相处时，我方才觉得如同寻常人一般，十分自在。我这一生都在被放弃，被父皇放弃，被母后放弃，被陈国公府放弃。我早就习惯了在关键时刻作为一个牺牲品被人放弃。原来我也可以是不被放弃，是可以被人坚定选择的。喵的，早知道中箭这么痛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冲上前去的。小姐，太好了，您终于醒了！哎，温度也降下来了。我没事，太子疼，奴婢啊，现在就去告诉王爷啊！小美，郡主体温已经正常，伤口也没有发炎，已经脱离了危险。今后只要好好养伤，待伤口痊愈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小兔崽子，你出息了是吧？都会给人挡箭了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老头子，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你还敢有下次？你就那么喜欢萧星恒那小子？喜欢他连命都不要了？我喜欢萧星恒有这么明显吗？都替人挡箭了，人还没有搞到手。干什么？我们宁王府的郡主可不比那小家碧玉，学什么暗恋呢、奉献呢？你喜欢了就上，搞到手再说嘛。我们刚刚讨论的好像不是这个吧？不是老头子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是太子，当朝太子搞到手，
听起来怎么这么惊悚呢？太子怎么了？你还配不上一个太子了？就是，就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哈。不行，好好养伤，这事儿交给为父替你操心。啊？搞定太子容易，搞定陛下可不简单呐。这事儿啊，我还得好好琢磨琢磨。哎，老头子，哎，小北，太子那边什么情况？你那次之后，陛下召集了大臣们，结果发现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些刺客虽已都服毒自尽，不过王爷还是从一名刺客身上搜到了三皇子府的令牌。看来这次刺杀里面的水浑得很呢。对了，太子殿下昨夜可是绕过守卫，来小姐这里整整守了一夜。这箭没白打。美梦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翻墙进来的。啊？梅子。宁王府的护卫都是摆设吗？大白天的有人翻墙进来都不知道。小美呢？那丫头又被你收买了。你这婢女还挺机灵，挺有眼力劲儿的。一个两个都不走寻常路。怎么了？毕竟是第一次坠入爱河嘛，人家着实没有什么经验。什么？哎呀，你还没谢我。多谢月溪郡主救敏之恩，小生无以为报。唯有，其实我没有帮你挡这一剑，你肯定也不会有事的。这救命之恩倒是严重了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实打实的救命之恩。如今你也知道，我并非身患宿疾，而是中毒了吧？月溪郡主昏迷前，无意从密林中的地上连根抓起了一株野花，发现竟是我们一直寻而不得的隐炎花。哇，这是神之手吧？不过幕后之人如何知晓你中毒之事啊？这不摆明了你那边出了内鬼吗？那你觉得这一次刺杀我的是萧旭吗？我觉得不像。怎么说？令牌遗留在现场实在太刻意了。要是萧旭做的，那也太蠢了。萧旭虽然自负，但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。我反倒觉得是幕后之人有意为之，明知事有蹊跷，但将萧旭推到众人面前，然后让陛下和朝臣都怀疑他，幕后之人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讲真哦，要不是知道这场刺杀是真的，我都怀疑是你做的。你猜对了。那这一件，刺杀是真的，令牌却是我放的。都被你沏岔气了，疼死了。扯到伤口了，看看。我没事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已经好了，真的。好。不过你什么时候放的？怀留在解决案中的弓箭手时，放在一个为首的弓箭手身上。萧旭现在被直接怀疑成幕后凶手，令牌遗落在现场，其他人也难免会怀疑是否有人在栽赃嫁祸。是你将令牌留下来的。你为何总是不信我？本宫只是不相信任何人罢了。哇，高，实在是高，这刺杀还真有可能是萧旭干的了。你收的这一剑，必须让幕后之人付出代价。这话说的，跟个终极大反派似的。不过这世纪大乱斗的时候，反派们也都顾不上我了吧？我怎么觉得你心情好像挺不错？知道幕后凶手当然高兴了。不过你是有多招人恨啊？那两人居然不约而同的都想取你性命。所以，要多谢月溪郡主。若不是你舍命相救，恐怕我已经命断魂销于此。好生好生。萧星河，他这么关注我，其实终归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的吧。不是说威园不是皇家重大活动不开园的吗？威园本就是我的私人之地，你想来的话，随时都可以。你今天怎么想带我来这里啊？怎么？你可以跟贺罗彻逛街，就不能同我一起逛威园？你这话说的不至于哈。这大佬怎么又攀比上了呢？太子殿下，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？
希儿，表哥，雀月见过表哥。想必这位就是月溪郡主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这微园是赏花的好去处，我想表哥定不会辜负此美景，便想偷偷来试试运气，看能不能偶遇表哥。果然，我今天运气不错。是吗？听闻郡主在秋寿时曾救下表哥的性命，今日一见，郡主果然乃倾国之姿。雀月在此谢过郡主对表哥的救命之恩。我救下萧星恒，要他一个表妹谢什么谢？敢问小姐贵姓啊？忘了向郡主介绍，我姓白，名雀月，是殿下的表妹。叔公怜我自幼丧父，便将我接来郑国公府娇养。原来如此，我看你能随意进出太子私园，还以为小姐姓萧呢。郡主说笑了。主子，我先出去，你在这里等我。郡主是想当太子妃吗？与你何干？郡主可知表哥温润的面庞下狠毒的心肠吗？唉，他刀起刀落的样子，我都快看习惯了。看来郡主知道，我这表哥身体虽弱，但心怀远大抱负。郡主怎知他现在待你如此温柔，不是为了你父王30万的兵权呢？兵权？表哥早晚是问鼎天下之人，郡主若是想着他能一心对你像现在一样，那郡主可就是痴人说梦了。这皇室的爱情就像这些花，虽然绝美，但终将落入泥土，最终腐败成泥。届时，表哥手握兵权，昔日的感情也将冷淡，而宫里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郡主觉得，你除了宁王府的支持，还有什么？可我至少还有宁王府的兵权作为依靠。白小姐有什么？郑国公府这一带没有女孩，我自9岁起被叔公接来府上娇养，一直以来就是为了以后当表哥的正妻所存在。表哥回来后，叔公一直想修复跟表哥的关系，表哥娶了我，就可以得到郑国公府的全力支持，是吗？我先知郡主救了表哥一命，表哥也有益于郡主，我甘愿将这正室之位让出。郡主也知道，表哥今后可能不止你一人，与其让那些不知深浅的女子得利，不如让我成为白家和表哥之间的羁绊。相信我，我会帮你扫除一切你不能出手的障碍，成为你坐稳正宫后位的绝佳助力。谢过白小姐的好意，不过我不太需要。我都不与你争这正室之位了，难道你还想一生一世一双人不成？我不像你，我呢不为别人而活。他若做不到，我便换一个。别说表哥继位之后做不到，就算现在他能为了宁王府的兵权娶你，也一定能为了郑国公府的信任而纳了我。兵权？你可以试试，看看他会不会为了郑国公府纳你。你就如此有自信？我不是自信，我说了，他若做不到，我便换一个。纵是天子，君若无情，我便宣。你疯了！这样看来，你是真的容不下我。那这正室之位还是换我来做吧。
怎么？希儿，表哥，表哥！萧星河，你这都什么烂桃花？扭到了。脚。没事，我们马上恢复。什么烂桃花，真的是！嘴里嘟囔什么？萧星河，你混蛋！我混蛋。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呢？不疼。只是脚踝关节错位，没有骨折。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。哎，都怪你！怪我，不该留你一个人在那儿的。是不是白雀月跟你说了什么？你那个好表妹，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，以为我们两家要联姻，估摸着是想清除我这个障碍。怪我活得太久，碍你们的眼。我知道白雀月是镇国公的人，可我好歹也是个郡主，不是？这面子，我宁王府肯定是要找回来的。别说我不给你面子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而且你记着，在我这儿，没有人比你更重要。镇国公没有，镇国公府也没有。这话听着，怎么这么像告白来着？轻点儿。疼了？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谈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无论前无